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大力一集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鉛球訓練入邊主要嘅體能種類，以及解釋點解佢哋對鉛球咁重要呢？講到體能，我哋人體其實可以將體能分為三大種類。第一種肌力，第二種速度，第三種就係耐力啦。介紹第一種先，肌力。究竟乜嘢係肌力呢？我哋亦都可以稱之為絕對力量。簡單咁講，就係你可以舉到幾重。例如深蹲、臥推同埋硬舉呢啲訓練呢，都係好典型嘅肌力訓練。一啲高水平嘅運動員，甚至乎可以用幾百公斤去做訓練嘅。喺呢類高負重嘅訓練呢，就係肌力訓練嘅代表啦。跟住落嚟到第二種體能，速度，代表嘅項目就係短跑。顧名思義，速度就係要快，要係最短嘅時間內完成某個動作，或者跑到某個距離。嚟到第三種體能，耐力，代表嘅項目有長跑或者馬拉松。佢哋主要測試嘅係持久力，睇你可以維持住動作同強度幾長嘅時間。喺以上介紹完三種體能，咁究竟喺鉛球運動入邊，乜嘢體能先係最重要嘅呢？喺鉛球呢項運動，我哋通常認為力量同速度都係決勝負嘅關鍵，因為係每次比賽每一次投擲嘅時候，我哋都需要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面爆發到一個好大嘅肌力出嚟。而呢種結合咗速度同肌力嘅體能，我哋稱之為爆發力。最後我哋又返嚟耐力訓練。耐力訓練雖然唔係鉛球項目中嘅訓練主項，但係佢可以幫到我哋日常訓練中嘅恢復加快，亦都可以確保我哋嘅心肺系統嘅健康。所以我哋都會定期喺訓練菜單中加入耐力嘅訓練。今日嘅介紹到呢度完結。如果你想知道鉛球運動員點樣訓練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實際嘅鉛球訓練菜單，可以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。下集我會分享鉛球運動員喺唔同嘅訓練種類上嘅訓練方法同埋例子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